黃寶嚟谷戰初體驗，伍鵬志今季熱倒冷爆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賽後情書。琴日係一年一度嘅谷草日馬，亦係我哋頻道最尊重嘅騎師黃寶嚟小姐，以下簡稱黃小姐嘅第一次谷草上陣，千呼萬喚始出來。等咗咁耐，我哋終於都可以見到黃小姐喺谷草上陣。咁佢今日表現係點？睇成績，大家都應該有目共睹。以下就精選咗一啲精彩鏡頭俾大家一齊回顧下黃寶嚟嘅發揮。首先係第一場銀量豪俠，一出閘捉唔住隻馬就片咗出去外邊，好彩閃出去外邊啫，閃入去入邊又係橫掃千軍，跟住就係全程走住三疊，包尾過終點。跟住就係第二場嘅起舞飛飛，喺大概900米處左右嘅時候，逼一逼入邊隻亨奇，搞到亨奇都要立臂收停咗一下。不過公道講，黃小姐已經盡力修正，好彩就冇咩大事。跟住第四場嘅征擊大師，二檔起步嘅佢開閘就已經炒咗落去三檔嗰隻幸運20嗰度，跟住就全程居後，翻到嚟跑第9已經係全日最好嘅成績。再跟住第六場嘅首度再來，9檔起步嘅佢出閘都係笨拙，自己彈咗一彈，雖然之後佢都好努力咁騎翻上嚟。但係你哋都可以見到，當佢轉彎嘅時候，佢都捉到隻馬個頭側埋咗一邊。睇到嚟呢一度，你哋又點評價黃小姐琴日喺谷草嘅初戰表現？咁當然好公道講，琴日個跑道形勢又唔係好利放頭，加上佢第一次跑谷草，成績唔好，當然就情有可原。但係個閘商表現就依然冇改善。咁我相信應該同跑馬地賽道無關嘅，唔會跑馬地個閘同沙田個閘有分別噶嘛。至於佢首韁成就，我哋留翻季尾再批判。再講伍鵬志，唔知佢係咪睇咗我哋上期嘅賽後情書，知道廖康銘就嚟要破佢紀錄。今日佢以一隻大冷門，我做到親手終結廖康銘嘅連勝紀錄，而我做到嘅騎師更加係廖康銘馬房半個主帥咁滯嘅霍雲星，一切就係咁玄妙。計埋隻我做到，今季嘅佢暫時就4 win。最熱嘅嗰場頭馬都已經係開齋嗰隻精明選擇7倍，跟住齊歡最落10倍，瑞盛人生33倍，計埋琴日隻我做到51倍，基本都係冷門到半冷為主，反而大熱門就冇影。就好似星期三傳嚟夜宴咁，嗰日佢出足9隻馬，連馬師王開飛佢都係大熱，但係最後得2個第三。其實呢啲例子並唔係少數。究竟佢今季轉型做揾食馬房啊，定係真係咁唔好彩搏失馬呢？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。今期嘅賽後情書嚟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